Snowflake 20年上市曾經係全場焦點，令股神巴菲特相隔50幾年都破例參加佢嘅 IPO。上市之後一路高歌猛漲，由100幾蚊飆升到歷史高位400幾蚊，但係之後無以為繼，跌翻落100到200蚊嘅水平。巴郡甚至喺24年以大概140蚊嘅水平賣出所有 Snowflake 嘅股票。究竟 Snowflake 係咪已經過咗佢嘅黃金時間呢？我哋進入基本分析。Snowflake 嘅業務其實十分之簡單，佢就係一個數據倉庫嘅管理平台。好似而家有一個大型嘅玩具倉庫，管理員嘅角色就係將所有玩具排列得井井有條。如果有人嚟拎某一個特定嘅玩具，個管理員可以好有效率咁樣俾到你。同時間呢個管理員亦都負責成個倉庫嘅安全。Snowflake 喺數據倉庫擔當類似嘅角色嘅護城河，就係可以將唔同地區、唔同供應商嘅倉庫無縫接軌。例如 Nike 生產上會用 Amazon， 而喺銷售方面佢會用呢個 Azure， 然後用 Snowflake 將佢無縫接軌。個好處當然係靈活啦，將個風險分散咗，同埋提升呢個安全性。當個數據庫越嚟越大，而且每日都係運作緊，個 switching cost 就會越嚟越高。所以 Snowflake 嘅續約率係達到90%以上。當越嚟越多人用 Snowflake 嘅平台，佢就會建立咗一個數據庫嘅生態圈，啲用戶就可以喺上高進行呢個數據庫嘅買賣。Snowflake 嘅護城河10分滿分，我只係俾5分，因為佢嘅業務比較單一，佢就係一個數據管家。而 AI Agent 係一個巨大嘅威脅，短期之內唔會顛覆，但係會慢慢咁削弱咗佢嘅議價能力。Snowflake 喺我錄影嗰陣時係142蚊，咁呢個價錢抵唔抵呢？我用咗 Microsoft 同佢做一個比較。Snowflake 係一間未賺錢嘅公司，因為佢有大量嘅 SBC， 所以我用咗呢個 P Cash Flow 係做一個比較。Snowflake 響 Revenue Growth 係比 Microsoft 要好嘅，咁當然佢基數係比較少啦，同埋睇下佢係咪可以持續咁去增長。現價嚟講唔算太吸引，因為個 Revenue Growth 持續收縮緊，而佢嘅業務睇唔到有任何嘅催化劑。25年10月280蚊嘅高位一路下跌，維持響呢條下降軌。我哋睇到每次反彈到50天線下方都會掉頭落翻去。50天線已經跌穿晒所有長期移動平均線，而且所有呢啲均線都係向下嘅。呢個係好典型嘅長期下跌趨勢，所以我哋要等佢可唔可以突破到呢條下降軌同埋50天線，先可能有一個反轉嘅趨勢。下面嘅支持位會喺邊度呢？其實就喺呢個120蚊附近，最近就做咗一個底。我哋可以拉遠啲嚟睇，其實佢喺幾次都係喺120蚊附近做咗一個反彈嘅。咁包括去年4月份啦，咁關稅嗰陣時，同埋之前有幾次都係喺120蚊附近係反彈。如果跌穿埋120蚊呢個水平嘅話，咁下個支持位已經係佢嘅歷史低位，就係107蚊。巴菲特嘅離場代表 Snowflake 嘅護城河冇佢想象中咁穩陣。佢每年收入增速從一開始70% 以上跌到落而家20幾。如果呢個情況一路惡化，而未來幾年都仲係維持虧損嘅狀態，我覺得佢會跌穿歷史嘅低位107蚊，只係時間嘅問題。你又會唔會相信巴菲特呢？